我而家呢個呢，我做好咗手術㗎啦，我嘅眼鏡係假㗎嚇，我只係戴住嘅啫。矯視眼睛嘅手術，我諗一世人得一次嘅啫。你首先先入為主，邊個同我講而令到我有信心嘅話呢，我就係會揀佢。咁而普瑞係做到呢一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香港歌手 Alex 宋傑。今年咧已經係我入行嘅第18年啦。咁我係2007年嘅英皇新秀歌唱比賽入行嘅。咁啊喺呢18年裏面，咁啊當然自己嘅主要嘅職務就係唱歌啦。咁因為係個歌手啦。咁除咗唱歌之外咧，我亦都有一啲主持人主持活動嘅工作啦。咁亦都有參與過電影嘅演出啦。到尾你都係驚打交啫。其實我喺細個6年班啦，小學6年班11、12歲嘅時候咧，就開始有近視啦，就一路戴眼鏡到做手術之前，咁啊大概都有30年嘅時間。而家呢個年紀已經有150度嘅老花，咁所以對於我睇嘢係的確會有影響嘅。即係我已經好習慣，好似一啲年紀大嘅 uncle 咁樣咧，睇嘢咧要開始嗱。我而家呢個咧，我做好咗手術㗎啦，我嘅眼鏡係假㗎嚇，我只係戴住嘅啫，即係已經係要咁樣離行離辣咁睇。咁所以你知啦，對於作為一個 artist， 作為一個藝人，咁你如果有時候做呢啲動作太過習慣，但係你喺人前喺啲 fans 面前，你突然之間俾啲嘢你睇，你咁樣睇喎，哇！喺洪傑已經去到一個阿叔阿伯嘅狀態咯喎，咁呢個的確係會幾影響，成個心裏面會諗住呢樣嘢。咁所以係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情況都會令到我對眼係好攰嘅。咁所以就終於把心一橫，今次嚟做咗呢個矯視嘅手術。蕭醫生佢喺手術前亦都好詳細咁同我講解啦。咁啊，蕭醫生亦都係又識講廣東話，又識講國語。到做手術嘅時候，咁佢都有一邊講一邊做。咁因為我都會想像得到，如果我瞓喺張床上邊，一路喺度俾人哋整我，但係我又唔知道下一步係咩嘅時候，個心會有好多假設，會好驚。咁但係蕭醫生就做到呢一點，就係佢每做一步新嘅步驟嘅時候呢，佢都會預先同我講嗱，我而家做咩啦，會點樣嘅，大概係幾多時間咁樣，所以令到我成個過程係的確係非常之安心。而家當然係睇嘢清晰咗好多啦，已經日頭嘅時候睇嘢基本上係完全唔需要好似我頭先咁講，要眯住隻眼先可以睇到，而家係完全清晰嘅。所以我而家都開始慢慢可以習慣咗啦。以前唔戴眼鏡嘅話，習慣咗蒙咧，都唔會專登眯住隻眼去睇嗰啲好弱嘅眼神，完全冇離神器嗰啲眼睛咧，而家完全係冇噶啦，而家係正常晒。因為我喺擘大眼嘅時候，我就所有嘢都睇得好清楚。